让，往等着点。瓜儿，啊，看见苏公子没？没有啊。哎，不过苏公子长什么样来着？郡主，要不咱今天不跑了，咱回府吧。他们都想替我做决定，难道我身为一个废人，连为自己终身大事做决定的权利都没有吗？不，我要跑。他不来，我便不成婚了吗？把绣球给我。郡主，给我。郡主，城主的花车已经出府开始游街了，咱都已经错过吉时了，要不咱不跑了，咱回去吧。瓜儿，咱少城主说了，孙公子没来，不让大郡主抛绣球。你在这等着，我上去拦住他。郡主，来了！哎，这边我的！球，过抢球！这，我抢到了！哎，别抢啊！哎呀，我看你们谁敢抢！你抢！他拿到绣球了，郡主的夫婿就是他。就让他给拿到了。越人，他是个越人。是啊，这是个越人，他凭什么呀？这太儿戏了吧！大郡主，这位便是抢到绣球的人。参见郡主。传我令，抢到绣球的人就是我的夫婿。我偏嫁越人。是。我带你去找韩硕，但你要答应我，这是你最后一次受他蛊惑。以后无论他任何花言巧语，你都不能再相信他。不会拦住他的，我不会让他这么做的。不行，我们这样根本找不到，我们还是上马分头找吧。越这儿呢。听人说你满城在找我，你跑哪儿去？我找你好久。当然是去做大事了。哎，正好，我正派人去寻你了。就算你今天不想见我，我绑也得把你绑过去。城主来了！母亲，芊芊，我要让你看一个有趣的东西。等一下，海叔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不理你，不该敷衍你，不该把你推给别人。我保证，我以后都不会再这么做了。海叔，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不管谁来阻止我，我都要跟你在一起。你说什么傻话呢？我觉得我对不起你，因为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
这是不是摘不下来了？一辈子都摘不下来了。我不觉得这是你们花园城的徽记，我觉得这是你啊。我把你这朵带刺的花带在身上，怎么能算是委屈呢？虽然你总是刺我，但我心里欢喜。我愿意为了你留在这儿，一辈子都留在您身边。那你可不可以为了我，不要管坏？还说不要！是烟花。有没有后悔之前那样对我？你刚才说喜欢我，是不是真的？神光景，只恋你聆听。明若浮萍，愿从此安定。韩书竟然为了钱钱